喂，各位村民，大家平安。伊拉等下我马不来，不来有注意报告。Cuma gua kirimu aja kamu ku ribata gidanga. Susah habis azwa YouTube. Saya kerja za kamu ku. Bulayo. Kakak, Boris Minus。우리班哪一个别的不是？哦，穿那么帅，那我们今天来拍脚了。那真的假的？可以啦，可以先转场。好，转场吗？对，1、2、3挥这样，1、2、3。对不对？这样说到原住民的传统服饰，最华丽也最复杂的，我们一定会想到排湾族。就说到我们邀请到了嘎嘎师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传统服饰穿搭。来介绍自己。好，capai Timur Nama Santet di Sejam sejak Avus i Janasia da cukup dalam。身为一个排湾族，你至少需要几套的传统服饰？3套，你应付你的生活各种大小局，起码嘛3套。它没有太多的图腾，它背后也是空的，老板抓下半身基本的。那这个紧路啊，就是像这样，它就是一个拼接的，用布料拼接的一个衣服这样。如果是便服的话，什么场合会穿？尤其cuma sa no be ama bavua sa be i suju i halo i ma be si itong 在做那么多说luar itong 喂luar ibu。我的那个一直讲话可以吗？可以，因为不放心哦，传统服饰老人家是很讲究的，所以不怕我们会有讲错的地方。毕竟是年轻人，不怕。对，他坐在那边盯着我们哦。重要的你整到场合，比矮拿单或者是比如说真的你说不值得你说无理不值得怎么啦？刚后会把盛装拿出来穿，平均都是10公斤起跳。对，最容易中暑的对，最容易中暑的。所以大家要结婚要做什么放冬天了。下身是这个裤片，那这个都是妈妈或老人家绣出来的。妈妈的裤片。嘎紧，正装这个叫什么？衣补，所有不管什么款式，对，都叫衣补。但是如果你是讲这个盛装衣补，这个的话是盛装才可以衣补。它对结婚的时候或者是重要的亲属结婚的时候，左边这个叫什么？vaya，也没有一定说要盛装啦，就是一种百搭型的配件。不过就否年轻人。央面，大概几岁？20。还没有结婚，永远都是央面。对，可以，所以我们还在里面。教会是长官对，长官致辞都会有这种背心因为它很方便，很容易取得。对，像我有时候都放在车上，一下车要 get ready， 对那种感觉所以可是因为它并不是传统的样式，传统智慧跟现代的结合。对，所以它并没有专有名词。老人家每次都说比心就是背心的意思。如果是背心的话，不管你是不是排湾族，可能你是排湾族的媳妇或女婿，答对了，对吗？我一丈是阿美族的，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们的女婿做背心。背心是一个入门款，你只要到排湾族的部落去做什么任何事，势必要准备一件背心，百搭款，去水门之类的。去水门之类的。干什么？刚刚我大概说，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排湾族有分那个阶级嘛，人会有分类，这个分类会不会影响衣服上该有的图案？绝对帮大家整理一下，最上面那一层的叫做妈妈的定好，中间的有功的或是很有力量的，对部落很有奉献的，金路呢，然后再来就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一群人，讲哒。老人家都会很清楚，就是会告知说比真的带麦嘛要那么乌大家不自己人脸，还有下排的人，典型的就是可能有一些贵族血统的服饰啦，虽然现在看不出小三。很多人会说，莫小法不是哇，那么服弄嘎一说当一多比台湾那样，还是会尊敬百步蛇，可是我们就比较不会让它出现在我们的服饰这里。来一系统的老人家比较
重视的是那个太阳，阿达，阿达，阿达，哦，阿达，咱们的是那边阿达，对，你们是 K 科科，对，我们是阿达贝，他们的是正好是。大家最期待的头饰，就传统来讲，兽皮的话是家族有人会打猎，那红色的头发是代表家族有人有猎到荷兰人的头。对，荷兰人头，因为他们是红头发，对，他们是红头发，所以他们就觉得怎么有红头发那么漂亮？对，砍头顺便剪头发，哎。现在没有喽，没有，欢迎荷兰人来台湾玩。头饰有它的那个吗？主语的巴嘎吉林，巴嘎吉林，马嘎吉林，大概是这样帮我们试穿，要脱了。跟服务一起示范怎么样正确的穿这个传统服饰，都走。我的巴达吉的嘛呢啊，一米东的啦，你要比那我那一东啊，哇的吼，我特别介绍我的服装助理。没礼貌。他们做服务di sa Jembatan lo ho, aman做服务sa uli di Majaa, uli pusara jalan tu ini tong kata na nia siala lang pinawan na itong di sunang patabi almat anma uli cara sangat-sangat sana mesti itong. Aja sama-sama sana si Pak Itong cai sejam mapan ca ibu. Cepat. Kena ada ya makan subuh-subuh. 马祖做工人，青年， Ya no subuh. 미당아 소차비. 我理解。 Saya cai bapa bantu kacing. Cắt Cai cua kacing bapa na subuh ala lam cai cua cai te ku. Secara pengijian masih tak cunga lah bahasa sok aja ya, cak kena cina. 哎，这个结要绑在后面还是前面？因为我们大部分我们都绑后面，那哔哩的进来，因为阿班达哔哩，但最下面那一个才会绑在前面。 Cak si buli bulanan secara masih ayam nunggu lagi cai cua cai teko.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不是因为拍片所以才请服务来帮忙穿这个传统服饰，而是平常排湾族的家里，你有需要盛装的时候，你家里的长辈就是会帮忙。对，因为它有一些顺序跟原则，有时候我们年轻人没有办法搞懂的时候，还是需要长辈的帮忙。So nanti so ta si pas pecita kacing. Cara besar ada yang nanu cara. 绑了会变帅的意思吗？了瓜这是流行的款式，这样吗？啊，做那个做还是嘛流行性的 Tapi cuayan nak cai tu kata tu cuayan awak lusi. Itu di sejam si cuayan ama ini dan nama di sejam saat ada yang cinunan. Untuk apa susah sejam di sini. 希望他也像那样子对帅，这样子吗？高高。没有吗？哎，就是besar, besar lah. Apa nama zanga. Itu 这是apa sabit. Itu mama mau tak sabit saya ada. Saya itu 流行的那种，但是这样拿。那啊，对，这是 kata za sakjuan yang Allah ya na mengandrian sa. sip nama dah. Boleh. Tatu. Oh, tunggu. Sinunan sa Poolo, sa Pubarong, sa Pucawan.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特别要解释一下，我们也倡议一下，特别是针对现在的年轻人。刚刚伯伯其实讲了，巴嘎吉令所谓的这个头饰的部分，它等于就是一个你承载对于我们自己族人的文化的重量。当我们戴上头饰的时候，我们要去知道是它真正的含义跟精神是什么，跟我们为了要继续传承延续的部分。在做的bayar，在做林边，我们那路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服饰跟配件都有带着历史的痕迹。老人家跟日本人
就是交易或者是你今年的大北苏那里对，这就是我们台湾族男子的未盛装婚男子的盛装，对，还要挂号一下未婚男子的盛装。如果进来生多少搞木狗，你可以怎么做？Pakan ini, pakai geling. Aban, pasal masa saya ikan. Oi, sa pai anjori usia ibu tuto, timu nama ania Adrian ania bubu tuto cebulinde, muna nama cakwa mitung, tua lo asa isia na itu, sanu ana so adai. Minang ana suana usia ibu, anak punala bala, ama santat. OK，早早晚。